也真打拼，一个英俊有钱有名声。两个拢是真情对待阮，问当何对伫你的人群啊？予阮心内心着有矛盾，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？算来两个阮人有意爱，如何打算袂晓通安排？愈想也是无法通排解，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。心内的事无人通知影，对阮求爱当是两个兄。一个对着事业真打拼，一个英俊有钱有名声。两个拢是真情对待阮，问当何对伫你的人群啊？予阮心内想着有矛盾，应该怎样心肝乱纷纷？算来两个阮人有意爱，如何打算袂晓通安排？愈想也是无法通排解，心内事情也是无人知。